Just there，大家好，我是 Dancing Dada，欢迎收看单打独斗的4分钟藏语教室。这一次呢，我们要来学今天是星期几。好，所以今天星期几在藏语里面是 Derin Resa Garere，Derin Resa Garere。那如果要再讲短一点，那个 Resa 可以讲 sa 就可以了，所以 Derin Sa Garere，Derin Sa Garere。好 ，Derin 我们学过是今天 ，Resa 或 Sa 是星耀。在藏文里面呢，它的星期日到星期六是用星耀的名字去命名的。这一点跟日文跟泰文一样，而且他们用的都是同一个星。所以呢，我们下一集的特辑里面呢，我们会有一个中文、英文、日文、藏文跟泰文的一个对照表，星期日到星期六的对照表。里面呢，我会把那个星耀的名字把它标起来。这个是要供学过日文或者是学过泰文的朋友呢去做比对的。嘎瑞瑞我们学过是什么？所以今天是什么曜啊？今天是什么曜日？就是呢，今天是星期几？这边呢，准备了几个藏历的截图，那我们来看星期日到星期六的藏语要怎么说。好，星期日看到这边，好，还写一个你妈，好，所以呢，resa 你妈就是星期日。好，再来，resa dawa 就是星期一。那 resa mikmar 就是星期二。Resa Hakba 呢就是星期三，那 Resa Purbu 就是星期四，星期五呢是 Resa Basang，那星期六呢就是 Resa Bemba， 或者是要念短一点呢，我们可以讲 Sanima、Sadawa、Samikmar、Sathaba、Sapurbu、Sabasang、Sabemba。好，那我们来看，有些月历呢，它就会用缩写啊。那像这个月历呢，它就不写尼妈了，好，它就是把尼妈的那个尼呢，当成缩写。好，那这个达就是达哇 ，mik 呢就是 mikma，hak 呢就是 hakba，pur 呢是 purbu。好，那巴桑呢，它是取后面那个桑，ben 呢是指 ben 巴，好，就是星期六，所以 sanima、sadawa、samikma、sahaba、sapurbu、sabasang、sabemba。好，我们来看我们寺院的月历。好，那这边它的东西就比较多。这边有藏历年，这边有 Rabjong。然后呢，这边有西元的年跟月份。好，那这边是英文的部分，那这边是藏历的月。好，那这个呢，我们之后学完数字的时候呢，我们会再找一个机会来讲说你要怎么表达。好，Rabjong 是什么？好，然后呢，西元年、西元的月、西元的日期，好，要怎么表达？那这边呢，我们来看一下，好，那个星期日到星期六 ，Resa Nima Sunday， 好 ，Resa Dawa Monday，Resa Mikmar Tuesday， 那 Resa Hakba Wednesday，Resa Purbu Thursday，Resa Basang Friday，Resa Bemba Saturday。那以上呢就是藏文的星期日呢到星期六。所以呢，当我们在问说，Derin Sa Garere，今天呢是星期几啊？那如果假如今天是星期五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说 Derin Sa Basang Re。Derin 呢是今天 ，Sa Basang 呢是星期五，那 Re 呢就是肯定的意思，所以 Derin Sa Basang Re 就是今天呢是星期五。以此类推，我们如果要问说，明天是星期几啊？Sunny Sagarere。那明天如果是星期三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说 Sunny Sahabare。Sunny 是明天 ，Sahaba 是星期三 ，Re 就是是，所以 Sunny Sahabare 就是明天是星期三。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的4分钟藏语教室，我们下一集见。Just it。